国家防灾日的演练今仔日早起9:21的时阵呢，民众这手机国家级的警报就响起。9点半的时阵，也阁有海啸警报。直到10:59的全台湾这电视也互国家强制切过，换作是放送重大灾害的紧急警报。配合国家防灾日，今仔日全高雄市这学校甲幼儿园嘛是同时间来进行地动的避难演练。早起9:21，地动的警报声一弹，英明国中的囡仔伫2秒钟内随双手护着头壳尾入去倒下骹。等到学校放送避难指示，包括200几个幼儿园学生，拢总600多个囡仔，随地珠对头壳往内，一个对一个疏散到运动场接合。高雄市19配合国家防灾日，全市各级学校甲幼儿园同齐进行地动防灾演练。其中英明国中阁有加入太阳能板归修的模拟演习，要互学校师生无论面对什么状况，拢会当有能力来应付。以后可能如果就算是体育课，可能也要带防灾包。就是如果真的遇到就是紧急状况的时候，我们才有办法逃，不然我们总不可能冲上楼拿防灾包再下来。藉由课程以及师长的引导，让学生在学校就学到防灾教育的意识跟理念，并且再透过实际的演练跟课程的深化。除了地动火灾以外，校方表示，若天灾包括战争，嘛是台湾可能会面对的状况，所以因今年专工甲防灾避难的知识编入去校定课程。对这学期开始，所有囡仔拢会准备家己的防灾避难包，包括水、食食、手电等等的物件，随时应付灾害发生。1个月会检查一次，看一下食物跟水有没有过期。对，课堂上我也带他们看1级、2级。如果我们要逃难、避难2天甚至3天以上，要准备什么东西？然后男生基本上15公斤内，女生10公斤内，这些要点诀窍都会告诉他们。防灾避难包的议题这2年才受到重视，校方甲原地纸本的防灾知识实际融入课程甲生活内底，望互囡仔伫咧面对灾害时，拢会当有能力来自救救人。记者郭家祖、邱朝阳、高雄场报道。